伫咱个边仔小可擦边球安尼甲扫过吼。好，哪亲像每一摆风台来，拢是伫咱门口口经过。即边虽然南部有吼，有淡薄的风雨，不过依然带来互咱充足的雨水，感谢主吼。日本的媒体甚至伫笑讲，日本台湾，迄个台就是台风的台，台风拢会弯。我讲名取了真好，讲台湾，台湾 ，OK， 好，感谢主吼，固守咱的这个土地。来，咱来吟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第一节、第四节，来。我信全能上帝，永远做我天父，仁爱永光冠并照正，公义伫你天。第四节。我心三位一体，披骑诚信上帝，当体当诚，当心当情，尊贵阳光无体。第四节咧，当体当诚，当心当情，哦，当情，啊，毋是当，莫像当情咯，当情拢是当吼。好，咱来看另外一首。325首，咱人踮这世间，咱来吟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咱人踮这世间，永无烦恼艰难，我靠耶稣扶持保护，就地心肝平安。第三节，父母养妻的恩，听我实在温困，当我只是大小念意，救主个因安稳。第五节，虽然辛苦沙里，心心亲像沙基，困求天父高愿同家，常常安慰夫妻。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独独你是耶和华，你创造天甲遮个天的天，甲天顶的万军，地甲地上的万米，这一切拢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敬拜你，耶和华，你是上帝。愿要学乐敬拜你，咱要吟诗来学乐上帝，请咱掀开圣诗55首，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我信全能上帝，愿万罪我疲惫，你爱人的光点照成公义的立体。我信耶稣基督，当万受人罪恶，天心的天心罪罪，你爱不看见。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趣味，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以新的诫命予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只若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掀开启应文13篇，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13篇。启文13篇，我来刻恁来译。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找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定。伫你的目睭前听这无爱。你甲你讲话的时，显明做义。看大的时，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中间，我的老母，我的因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予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撤销我一切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予我的内面有活生正直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会大声吟诗学乐你的字。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这物。若爱，我就要献。
小姐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你无要看轻你。咱同心来祈祷。万管能的耶和华，阮的爸上帝，阮心实在欢喜，伫圣的日，兄弟姊妹通用感谢的心，自执欢喜来敬拜阿罗你。这是哪尼大的福分！阮同心感谢阿罗敬拜，愿你的名因为阮用心灵的敬拜得到荣耀。感谢主，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只要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过失，你就要互阮的罪得到赦免。阮感谢你的大疼痛。耶和华，你的作为是遮尔啊奇妙，你的智慧是无法度测度的。敬畏你真正是智慧的开端。宇宙是你创造。你的大权能也伫即中间运行，阮看见大自然有水无比，互人无法度形容乌鲁的美丽景致，嘛有互人丧胆惊吓、起落大变化的天灾。这是阮人类用大气力也是财物，也无法度将变会改变的。阮的性命无定着，阮着珍惜。爱护你所赏赐予阮的一切，阮只有用安息顺服伫你膝下，求你引带开路，扶持帮赞，互阮逐人拢有智慧，会晓信靠听阮的主，伫主你内面通得到平安。求主赐予阮今仔日的敬拜，互阮的心神向主来拍开，你智慧的话教导阮。愿阮每一人讲话，愿阮伫敬拜中甲你相拄，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俄罗，我要吟诗俄罗上帝，我要吟诗俄罗上帝。感谢你，就是我恩典。
感谢主，愿感谢你，因为你是施了恩典的主。即条，咱来掀开圣经，请咱掀开圣经旧约圣经箴言第1章。箴言第1章，我要对第1节读到第7节。我来读，请咱详细来听。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7节，大卫的囝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这个箴言会互人得到智慧甲教识，理解深奥的道理，为互人受教识，用智慧办代志，实践公义、公正、公平。这个话会互戇直的人有灵巧，互少年人有知识计划，为互有智慧的人听了加添学习，互聪明的人得到真正的见识。第6节会互人明白箴言甲比喻，了解智慧的人的话甲语言。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识。愿听见上帝的话，尊坛的人得到上帝的祝福。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生命的路”，生命的路。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两位牧师平安啊，等来咱建成教会。2礼拜无看到大家，真少年大家，恁有少年牧师无？这边的风台，咱台湾真正受照顾。啊，阮金门嘛同款，按说阮金门会非常的严重，因为直接透去金门去。感谢主恩典啊，拄则魏长老嘛讲，中南部有真侪雨水，还是真正是上帝满的恩典。咱当心来祈祷。守护人性命源头的上帝，阮感谢你。2万人的中间，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用全新的性命来甲你同工。愿透过每一遍的敬拜，引带阮头前的路径，互阮谦卑尽忠，用敬畏的心来服侍你。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人人拢咧超找生命的路。到底生命的路是甚物？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牧师这边登去金门探亲，阮和姊妹牧师有特别感受到，阮这边有放慢脚步。阮经历上帝满的恩典，并且每一遍登去金门，我拢会甲阮爸爸妈妈困做伙，听因美妙的打呼的声音嘛，这是非常幸福的这边姊妹牧师嘛，参牧师嘛，困做伙，困做伙。我想这是等咱的父母年老的时阵，咱有法度参与做伙的时阵，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上帝真大的恩典。每一天早起，我拢会陪爸爸妈妈泡茶。咱讲泡茶，佫兼开讲，佫讲一寡有诶无诶。有一遍阮爸爸就讲，恁迄国中诶同学，哪会拢遐侪是普通讲诶，佫加阿萨布鲁诶，大家听有啦有伫台湾抢印钞车诶，有伫金门开交警诶，有佫靠早前靠大陆走私趁大钱诶，有做议员诶，佫有每一遍县长要选举诶时阵，拢会出来插花回想当初伫迄个阮金门迄个所在，高中毕业已经39年后，故乡的景变化无大，但是人全部拢无共款。每一个同学拢选择属于因家己的生命迄条路。
离金门迄个所在，大家真爱比较。我看毋是今仔金门，咱人拢真爱比较。我就找阮爸爸讲，爸爸，阮的初中的同学嘛有真优秀的哦。阮迄倒今仔一个初中，我讲这个初中的校长是我的同学用，安尼哦。大金门吼，我住伫小金门，大金门某个的分局的副局长嘛是阮同学。阮爸爸愈听吼，安尼目睭愈大吼。啊，在几年吼，有一个宪兵吼，宪兵将军，吼，宪兵将军啊，配了一个彩带吼，游街吼，烈焰之光将军，迄嘛是阮同学。阮爸爸愈听愈，哎呦，恁同学安尼愈来愈厉害呢。我们同学嘛是有伫台积电咧上班哦，啊，嘛有检察官，嘛有高中老师，嘛有护士。阮爸爸讲。安尼，恁即届同学吼，阁袂歹。啊，拄则毋是讲普隆贡甲阿萨布鲁，即摆阁感觉袂歹。其实咱职业高低毋是讲真重要，但是社会咧讲，歹路毋通行，歹路毋通行。伫咱信仰的路程的中间，上帝嘛是互咱自由意志，互咱家己去选择咱性命的路。咱伫这信仰的过程的中间，咱是要行迄条歹路，还是要行迄条好路？箴言14章12节嘛提醒咱，有一条路，人看做正直，到尾成做死无的路。华语这么说，箴言14章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的，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性命的路真正是非常困难，去超车嘛真困难，要怎行？毋通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求上帝帮助咱，开阔咱每一个人的心，引带咱每一天，今日有上帝同在的性命的路。伫7月份，新眼讲的读经进度是《哥林多前书》。也有按进度咧读的兄弟姊妹，咱会知影，哥林多教会有发生真多的冲突，是毋是？咱感觉惊吓？教会哪也是安尼？这敢才是教会？无毋对，这就是教会，这嘛是真实的教会会发生的代志。虽然伫中间咱看到真侪，那教会有真歹侪荒腔走板的代志，外口无发生的代志，连教会都咧发生。但是咱嘛看到使徒保罗。用耐心、真理来教导，互教会渐渐改旧换新。感谢有上帝同在性命的路的教会。接续8月份，咱开始对昨就开始啊，咱开始要有真长的时间，咱要来读箴言。箴言是基督徒真喜意的一本册，嘛是拄开始真做基督徒的人拢会读。辅导拢会叫你读啦，你读诗篇，你读箴言，因为你看创世纪，你会困去；你看列王纪的代志，你看无，吼，所以拢会对箴言开始。这时咱做伙来看箴言，今日的经文箴言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大卫的囝以色列王所罗门王的箴言，这个箴言会互人得到智慧到教示，理解生活的道理，会互人受教示，用智慧办代志，实现公义、公正甲公平。第1节就讲到啊，大卫的囝，以色列所罗门王所写的箴言。咱知影所罗门王是大卫正囝儿的中间，受上帝拣选，成做以色列王。然后去做圣殿，利用记相关4章29节到32节有讲，所罗门王这个人是哪？伊是有大智慧，佮聪明，人讲有开阔的心啊。伊的智慧赢过所有东方甲埃及人的智慧，赢过万人。这是一个形容，就是伊的智慧真惊人。咱知影。上帝要赏赐所罗门王金文财宝，还是世上的万物。所罗门王就上帝讲，
我要互你想起，互我智慧。接续第20到第30是要解说箴言的重要性甲目标。箴言伫原文的意思就是啊，比喻，还是用拟人化的方式，还是用比较的方式，互人伫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那种格言啊。意思就是爱咱啊，将信仰，咱信仰啊生活化，信仰要生活化，信仰要参咱的生活啊连做伙。信仰需要伫生活的中间去实现。若咱箴言第3章27节，咱大家拢有捌听过。你的手若有溃烂，华语说你所有行善的力量，你唔通拒绝。你手有溃烂的时候，你唔通拒绝，你就去帮助需要帮助人的人，帮助还需要帮助人。箴言17章22节嘛是安尼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心互骨头孤单。透过箴言这的话，互咱去比较提醒咱来做出判断。咱是要经历忧伤，还是咱手有溃烂的时阵，咱无去帮助人，咱是要行对一步。安尼的重要性是啥？帮助咱伫生活中有一个互咱的引带，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哦，咱即摆要去这个所在，有一个指标，咱就会知影要行着路。透过箴言的教导甲教示的话，若拿箴言4章23节就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啊。我会记我拄啊信主的时阵，我的同事拢会甲讲阮笑讲，你要保守你的心哦，你要保守你的心哦。这是爱伫生活中爱去实践，互咱真清楚这个话，但是咱在生活中爱操练。什么叫做操练？操练就拿即摆演习同款，我们要事前准备。咱看篮球队，伊嘛爱去训练，爱操练。咱的信仰嘛是伫爱生活中来操练，操练啊，操练在上帝话，你来尽力保守你的心啊，尽力保守你的心，也是安尼，咱就有法度领受到智慧啊。领受智慧最后目标是，互咱活出有公义、公平、公正的生命的路。这嘛是咱要去做咱荣耀教会一个真大的目标。也是咱有法度变成安尼时，咱毋是感觉哇，看一道真水的画面。教会是成做一个听的教会，但是咱有时想哦，信仰阁毋是想遮简单的代志，完全往好的方向来行。原因是啥物？听道理真简单，行出来真困难啊！雅各书第1章22节嘛，提醒咱。你着做行道理的人啊！你毋通今仔做听道理的人啊，来骗家己。回想咱信仰的过程，无管是你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教会，咱伫这个信仰的团体，透过每一礼拜的做礼拜，团契的活动。彼此服侍，彼此相听，互咱渐渐领受到属天的智慧，甲平安伫咱的心内。也是无咱即摆个逐礼拜来，因为咱伫教会有领受慢慢会听，咱的生命渐渐得到改变。这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真实信仰的旅程的经历甲体验。互咱享受伫教会内底团契美好，较毋是。这嘛是牧师家己真实安尼会经历。咱有教会是咱会遐疼人的所在，但是要实践出疼的生命，彼此相疼的生命，竟然是遮尔困难。因为如今是资讯泛滥的时代，价值观。搁遮尔混乱，甚至咱讲老我，咱过去迄个
迄个我，咱虽然来到教会，但是咱过去迄个我，咱无咧改变。咱的日常生活，咱接受的迄资讯，咱拢咱看像那种无咧传来，传一寡信息，有时是假新闻、假消息，伊嘛传互咱，至于之前就阿嬷讲，阿嬷这是假的，你紧删掉，这是假的，你紧删掉。咱有互真多的信息入咱的，诚做咱性命好的，还是咱互这真多外口的信息来影响咱的性命，渐渐互咱的性命行往死亡的所在。虽然上帝愿意赏赐互咱各项的智慧、恩赐互人，智慧的原文有判断的意思，判断。互咱人分辨是非黑白、对与错，恁感觉这简单无？有人害头，牧师有去调查过咱台湾是诈骗王国，恁知唔知？有5种人最容易被骗。第一种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绝对不会被骗的人，他最容易被骗。恁会去调查，还有另外4种，然后有迄个智慧、迄判断的能力，参你有啥物身份地位，有偌济学问，有偌济知识无关系。法官会不会被骗？法官会骗几百万、几啊百万。法官的，咱法官的，那有可能？但是咱有智慧，有各项的分数，却好亲像咱上帝互咱的智慧温存咱好亲像互什么物件动掉，意思我们的心被某一些东西蒙蔽了。罗都教博士讲，外来有真多引诱、价值观、资讯，互咱做出错误的判断，互咱看袂清头前的物件，含落亲像罗马书7章15节，使徒保罗伊安尼对心肝的心情怎讲？我无明白家己所做，因为我爱做，我无去做；我无爱做，我颠倒去做。咱是毋是安尼？明明知影是无好的代志，上帝无欢喜，咱搁去想，咱搁去行，甚至最后咱去做。伫个教会内底，要实践彼此相听，是遮尔困难。这个情形就好亲像当初的哥林多教会同款，产生多的冲突，教会内底不断有纷争，怨妒的代志发生。甚至像特别听到教会牧师甲小委员2个相拼，信徒彼此之间有纷争，教会内底侪自私诽谤。你人后壁面你讲闲话、八卦、骄傲，这个时间无袂使。教会原本应该是伫这个世代诚做光甲盐，引带人行迄条生命的路。如今教会互人绊倒、受伤、失望，甚至信仰人心倒退。甚至最后有一寡兄弟姊妹来离开教会，也是安尼，咱要如何来调整，较会使救咱家己，救咱的教会，脱离死亡迄条路。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咱最后一节的经文，箴言第1章第7节，咱做伙来读，来请。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有望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这则经文诚做咱信仰真大的望甲好消息啦！拄则牧师安尼讲来，咱感觉会心会真震动，可能现在你嘛是陷落伫迄个渐渐所
死亡迄条路，啊是深渊内底想要爬袂当出来。但是这节经文帮助咱会互咱开览。无望的人藐视地位甲架势，伊就是渐渐行往死亡的迄条路。但是敬畏上帝的人，却叫咱的性命带入生命迄条路。这是两个极端，经言常常用两个极端，互咱了解伊的意思。华语这么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无管是敬畏也好，无管是根本开端，意思拢是啊，这是第一重要的意思啊，第一重要的意思啊。经言的作者，互咱知影，信仰是透过不断的操练，互咱的智慧加添。但是如果咱无敬畏上帝，这个做基础，一切拢会走精。等下牧师会做一个例。拢会走精。俗话你讲，无输你想讲路比的时阵，这俗的人才家己走出来，毋是我去所训的吼。可能最后离庄脚吼，拢听老爸老母因讲啥个？树头徛好栽，毋惊树尾哪？大家拢知。树头徛好栽，毋惊树尾做风台啊！迄就是咱即摆咧做风台真。咱听过去想无？这个才能圣经讲的有真深的意思啊！箴言22章第60节咧提醒咱，来，牧师讲头前，恁讲后壁吼。教导因啊行合一的路，互因到尾拢袂歪去。意思嘛是共款，咱对细汉主日学开始，咱爸母主日学老师有教导出来，伊到尾拢袂歪去。根本、基础、方向对，自然而然就袂歪去。圣经内底讲的敬畏的意思是敬畏上帝啊，毋是敬畏牧者，毋是敬畏长老，敬畏上帝啊，接受上帝做咱的主，听上帝的话。而这个敬畏的中间有淡薄带着惊。会伫迄内面，迄成分伫即个内面。华语怎讲？敬而生畏啊！咱知老爸老母，咱会知清楚，但是咱尊重伊，咱就袂用想乱来。另外，因为咱敬畏上帝，带出咱对上帝的明白，知影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咱患难中随时会通得到帮助甲倚靠的上帝啊！简单讲，敬畏最后，互咱深深了解，咱人不过是人尔。咱人不过是人尔，咱毋是上帝。基督是教会的头，咱不过是肢体。咱每一间教会嘛是互相是肢体，这嘛是真侪有问题，教会共同出现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教会内底真侪人毋惊上帝的问题。就是即摆教会真侪有问题的教会的问题，就是毋惊上帝。牧师讲要举一个例吼，有上帝甲无上帝的差别。读圣经。无上帝，无敬畏，圣经哪是小说同款？无信主的人，伊嘛读圣经，当伊读的圣经是拿到当作小说咧看。牧师伫遮讲道，我有无敬畏的心，这是伫演讲，甚至牧师是伫作秀。立间长老会变成是节目主持人，令大家变成观众。来到建成教会，你无有敬畏的心，建成教会不过是一个建筑物尔，伊毋是上帝徛在的所在。圣歌队若是无有敬畏的心来练唱、来服侍，参外口的合唱团其实是没有两样。
敬拜团嘛是同款，会变成五月天，还是其他那个娱乐团体。团体中间若是无上帝，吃吃喝喝就会变成俱乐部。但是当有上帝伫中间，纵使是吃吃喝喝，你迄个中间彼此分享、彼此带导、不去关心夫妻，就是无同款。昨拜六妇女团契聚会他们月底本来会出去散散心无出去，昨伫遐叫披萨有邀请牧师落食披萨。我有感受到妇女团契，因为有上帝伫内底，彼此来鼓励大家，迄就是无同款，是团契。伫迄个中间，因为上帝互咱的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包容，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吞论，彼此来宽免。只有敬畏上帝的人，较有法度对上帝来遐了了上帝的启示，顺服上帝的旨意，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智慧。箴言第8章35节嘛，安尼讲，当你超摕到智慧，你就超摕到真正生命的路。最后，牧师要互咱参考一寡数字。7月8号，咱有举行中级的训练。江苏苏正才牧师较早咱台北中会总干事，互咱忠实看一寡数字，是咱北部几间指标性的教会，有历史性的教会，互咱共同来关心咱的教会，毋是今仔咱关心咱建成教会，咱嘛爱关心咱的肢体。咱其他的教会，因目前拄着问题。如果咱来讲，这几间指标性的教会拢有出现问题，也是其他的教会，拢毋过问题一定搁较大。这指标性的教会，大家应该拢认识：淡水、树林、双连相连教会、大稻埕还有咱的李春生。济南教会、艋舺、新店、永光，伊这个数字对2006年，就是这6年来，咱经过疫情的变化，有真恐怖的数字出现。聚会人数多甲少，无一定完全代表一间教会发生什么代志。但是如果变化伤多，咱就一定知影，这间教会有可能是某一部分有问题出现。提醒咱建成教会嘛是同款，咱要去注意。这2年来，相连教会对977人，将近1000人的教会，如今变较无500人。牧师看到这数字，我阵是看唔到的。我搁上网去查，这数字拢网上都可以查，这是因家己写统计。伫咱隔壁，咱讲咱的李春兴是咱的母会哦，咱建成的母会哦，92人。现在2022年2022吼，2023就无统计到2022，53个，差不多嘛要4成外到5成。艋舺教会330几个人，现在变214个人，减100外人。树林教会，咱有影听哇，真侪教会安尼真澎湃人应该真侪，做真好。但是数字拢在咱讲，树林教会对353人变220人，嘛是减少100几个人。以上在教会。人掉到3成到5成，其他教会就较少淡薄，有减少是正常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有的人即摆就伫线上无要出有的
无一定是完全伫线上，有其他的问题的原因。大长条教会263人，即摆变215人，哦，50人左右。新店280人，286变成214。永光教会咱感哦，魏长老哈，因的亲情里遐哈，很复兴哦。2016是因上悬的人数上多的时阵，384个人，即摆290人，嘛将近要落100人。这100人走去倒，咱嘛唔知。淡水430人，即摆剩340人，差不多拢掉1成到2成，1成算真正常。咱建成呢？大家心内咧想，咱建成呢？咱建成迄阵2016年的时阵，咱是111人。我们在在疫情来之前，我们的人数是高峰哦，咱捌上过，咱捌到130人。2020年咱是100人，咱减少10个人。经过咱安尼年头到即阵，咱兄弟姊妹咱的努力，咱教会咱即摆是有增加还是减少？长老，魏长老，你感觉咱即摆是增加还是减少？在你考试，对家己要有信心。无数据统计哦，咱第一场、第二场我们都不会重复哦。无数在统计是算人头哦。比如说第2堂重复服侍哦，我甲志梅牧师重复服侍，还是有单刚重复服侍，我们不会重复算。咱建成是无重复算的哈，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咱即摆2023年1到6月，咱平均人数是112人，感谢主，这是大家努力打拼。咱看咱圣歌队就好啊，人数突然暴增，苏正才牧师透过属灵，伊整理出来，互咱长老教会，咱看咱即摆有拄着的问题，这嘛是真侪教会拄着。第二，慢渐渐咱长老教会老化的问题，信徒因为买厝的关系，可能外移到外县市。第三，交通的问题，交通停车有方便无？咱建成坐车上方便的。停车嘛方便。第四，牧者的异动，拄则牧师进前讲都有讲，台北中会即摆差不多有20间的教会无牧者，这10年来有一半的教会牧者都换过，牧者异动真频繁，教会内底有真侪纷争一定产生，甚至是信用的话，有的教会。坚持讲，咱即摆即款，咱讲咱这个咱这本土的这个台湾话，真侪少年人走无去啊。无数知影即摆有真侪教会中兴教会慢慢咧进步，迄牧师嘛是真艰苦，伊讲的话内底一边人一会儿讲台语一会儿讲华语为了要迄少年的听有，长辈嘛愿意牺牲，牺牲。好，在信用的晚辈愿意入来，因的教会就慢慢啊徛起。无管是2000年的哥林多教会，还是咱如今的教会，上帝赏赐教会有满满的恩典，就是有侪恩赐有才能的人伫教会内底，做伙来起造咱的教会，特别是咱台湾咱长老教会150年来，也是安尼。问题到底是出伫什么所在？首先，在牧师讲的，迄个六项可能拢是问题，但是牧师感觉上大的问题是哪？就是今仔日的经文第70章有讲，咱搁读一遍好无？今仔日的经文第7来请，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敬畏上帝。当咱有敬畏上帝，咱就像树头一样有徛在。
上帝予咱较侪温顺智慧，咱会谦卑来服侍。但是咱无敬畏上帝时，当上帝真教会较侪真侪教人，咱讲真厉害的人，迄是会愈来愈乱。当教会渐渐失去敬畏上帝的心，就好亲像遐愚妄的人所做的代志。愚妄的人啊，藐视智慧，较假是藐视上帝嘛。我毋惊上帝。伫个教会造成真大的危机。反正，换句话说，当教会凡事敬畏上帝，咱每一个人伫生活中，咱敬畏上帝，掠上帝最大的时阵，学习耶稣道成肉体牺牲的模样。伫咱教会内底，学习听伫咱的中间，咱教会一定会改变，咱家己嘛会改变。我两个牧师努力的是咱，我们建成，我们有爱，这不是口号。有的兄弟姐妹，牧师，你这个口号还蛮响亮的。虽然牧师很沉重讲，迄不是口号。我两个牧师希望起造咱建成教会真正有耶稣的听力，建成教会。这个听不是遮简单，这个听是要有真多的牺牲伫迄个中间。真侪会吞忍伫迄个中间，咱较有法度实际迄个听，无迄个听会变成口号。无所以讲都有真侪讲，咱做社区，毋是遮简单的代志。伫社区做社区的过程中间，咱有真侪咱在同工时咧排时一个，你做咱社区的服侍。当咱有真侪听在内面，咱彼此学习，彼此鼓励，安尼，咱的教会甲咱。就会真正超出迄个性命的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世间人，感谢你手术耶稣基督，离阮的心上，互阮学习耶稣基督。伊的模范，伊的牺牲，因为安尼会带来极大的愿望，离阮的身躯边，离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因为敬畏上帝，成做即个世界、即个社区的光甲盐。因为阮建成教会的敬畏，会来影响其他咱肢体。的教会做伙，搁一遍来引光上帝你的名，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掀开信息325首，信息325首，咱人点即世间，信息325首，请咱起立。
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做奉献，请同工来服侍。请咱起立，吟奉献诗歌。请坐。这条咱要来公道，请咱掀开旧报，咱来看。咱知影教会义上是新传正信道，万民该做诗。咱为这来祈祷，咱人常常祈祷，委身服侍，彼此来相贴。咱若求主帮助咱，互咱的信仰、信心徛在为今仔日牧师的讲道，咱所领受的来祈祷。愿主扶持帮助咱，互咱一生敬畏耶和华，尽心尽力来服侍伊，不断用信心操练属天的性命。请咱也为着咱的肢体有久久无看见的兄弟，咱为因来祈祷，也为病痛，为着咧福建的，咱拢为因来祈祷。请咱为金主、惠英、王兰姐、洪甘基姐、陈德明长老、廖秋敏、陈丽水、欧义梅、杜娇、陈秀荣、赖胜雄、陈义丽、林以诺、洪英哲、孙兆正，甲福建的曾宝玉、陈兆明、李惠忠、李佩莲、田园文子、林美金、李念之、叶秋霞，为着咧化疗的黄静茹、陈怡君、李雅娜、甲史凯华，咱为因来祈祷。请咱也为着最近才发生的杜苏芮台风过境了后的灾区重建，特别是花莲、台东、屏东，
为即个所在来祈祷。咱也为着昨昏甲今仔日儿童主日学生活赢顺利圆满，为遮来祈祷，请咱同心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应许阮，做你的囝儿，伫体内面受你的保守。天父上帝，阮的身躯软弱，有当时有病痛。天父上帝，恳求你的怜悯的恩典伫阮的中间，安慰阮的心，互阮有坚定的信心，度过这个病痛，赢过病痛。主，你是阮的灵，你是阮的保障，愿你的旨伫这中间。主，恳求你让我谦卑下去，来倚靠你。天父上帝，你是阮的主，主，阮要倚靠你来解压一切，阮所无法度，所有的力量的威胁，甲优越，主啊，恳求你做我们，亲近我，主别上帝，阮来完全交托，阮的软弱伫你内面变坚亲爱的主，求你的安慰甲怜悯临到你的百姓。虽然阮有时亲像橄榄树无效力，亲像葡萄树无结果子，也毋过，阮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你是阮的主，阮的王，你的应允袂改变。你所赏赐的恩典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阮将心底侪侪忧闷、烦恼、挂心、恳求，甲感谢，拢摆列伫你的面前。愿你照你美好的旨意来成就。愿荣耀归乎至高的上帝，平安归乎地上你所疼的人。即条，我若要开声，用主你教阮的祈祷文，安尼三甲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互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面。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即条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三角来看。报告的大先，我先来介绍咱的新的朋友陈长春，甲迄个妊娠弟先弟。长春是妈妈，先弟是女儿。嗨，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好，请坐。啊，阁有咱久久无看到的碧莲姐，好，即时坐在咱中间，真欢喜看到你，感谢主。来看周报教会的消息。今日下晡12点半，姊妹牧师要前往李存兴教会来主持会议。第二点，下主日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咱有准备小小的礼物，要送予咱敬听的老爸，请咱大家邀请父亲来礼拜，通领受大家的祝福。第三，8月13日要举行本年度第4摆的圣礼典，若有要受洗、更新礼，也是要转入会籍的兄弟，请牧师来报名，会通方便来准备。迄主日嘛有要举行圣礼典，请咱陪参会员会通准备敬虔的心，一同三角来领受圣餐。第四，8月13日主日礼拜了后，咱要召开临时的会员好会，以办法进行本会财团法人董事的改选。若涉及伫本会的会员，咱的名单已经搭伫迄个楼骹的公告栏。若有老狗的，请咱来欢迎；若无法度参加的，伫即礼拜二以前，咱小会来提出。
第五，青少年团契要定伫8月19到29办夏令营，地点伫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学园。咱要参加的对象是高中甲大学生，报名的费用是2000块，包含一切的费用。请咱会通邀请咱的囡仔来参加。报名的简章伫楼骹，请咱会通自由来索取。团契的消息，主要就是伫昨昏甲今仔日伫宜兰露营，咱为因来祈祷。第二，8月4号上午9点半，台北中会松尼堡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甲联谊，地点伫艋舺教会。咱的具体的消息，咱的照明技术的老爸伫7月初9安息。你要定伫8月初5拜六的11点，伫台北第2殡仪馆来举行告别礼拜。了后要前往阳明山至善园的花葬安葬，愿主安慰因的家属。若要参加的，请咱伫楼骹1楼来登记，咱会通互因准备车辆甲相关的事宜。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的来订正。以上报告。上营512首，上营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用敬畏的心操练咱的信心、智慧来服侍主，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
灭倒必毁。